来看外交部长吴钊燮进前接受外国媒体访问，相关的内容外交部嘛伫面册铺文分享。想袂到所有民众伫迄篇文章下骹留话，讲要对吴钊燮厝内面的人不利。目前外交部已经报警察，卖加强维安。外交部面册有网友讲一篇大文。高办留言要博关注，内容一字拢无改，毋过详细看全拢是死亡威胁。恐吓的人都是外交部长吴钊燮，呛声需要将伊规家伙大细灭门，也讲袂当有一个人话，以免害到台湾。它内容不堪入目啊，极尽污蔑，甚至严重威胁到本部的部长的家人的人身安全哦。外交部已于今天上午向警局备案，将相关的资料送交警方进行了后续调查。恐吓留言出自外交部这篇发文，分享吴钊燮接受外国媒体专访对谈，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外交部回应在日已经报案，会加强维安措施。也毋过受看卖啊，过来最近几年，小连续拢有恐吓信息。敢若为4月底，像基隆车站、阿里山游乐区、桃园机场集群、甲松山机场，连续互恐吓、互坑炸弹被引爆，也是会有随机杀人案。这几天高雄甲草山也互威胁有炸弹，半个月来至少有9件，等于是每2天都有1件。如果不是同一个人所为，其实我们就很担心，就是会有模仿效应的产生。就是说，可能今天是 A 做了这件事情，可能觉得 A 觉得说，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好像让大众都觉得很恐慌。那于是乎，可能有特定的诉求的时候，也许 B 就来做这件事情。这个恐吓批加来电，警方侦查了 IP 多数伫境外，多数将目标指向同一人，已经离境的现场着升，相关一直拢无定下着，或者烦恼有模仿效应。也毋过也提醒，虽然是咧创治的，应该做的损减袂当少，都惊弹性冷气，互有心人有机会通下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